今都有决计到金家村去寻自家儿子。安排上机回来，不过该里向也安排一下。来。老头啦，你可知道他是什么人呐？我晓得这个东都阿郎如和弟兄啊的，为是我们金家的大恩公。大恩公是那不晓得个，你刚刚有什么了喂？方才将他世子内位，你这个是的，你晓得了么？哪晓得噻？晓得了怎么样啊？晓得怎么农总归抬得厉害，好得怎样？我说老头了，这个好的那还是不地管，是干不？我可还是你吩咐吧，你干我再你走啊哈。好，来，到利比大水上恩公相堂沐浴。晓得。来，把好的棒苍药与他桌上敷上了。晓得。来，到我家中去多拿几套衣服上恩公跟我。衣什么？来，到家中拿些芬芳四宝诗的上恩公一家节目。来，再拿去50两分银送与恩公，他欢喜吃什么没什么。衣什么？来，太武馆上列个折子，恩公要吃什么地菜日子。晓得。来，阿姨啦。没有了。有老头了，你来，不是我也来了。要对得他好啊。好的，哪叫我也好。这还不能还说你，我看也是干包。怎样？开给他们大袋里阿头去嘟。不可，说得出个。对得还有范围，这还给力呀！要不然好放出去，不然户口就不得了。老关照事情嘛，打出来了，到屋里向。那个情况刚不老高些听，老娘娘听见儿子有消息，身体稍微好一点点。老夫妻两个头刚刚湿么湿的，一夜天风喷着，10到天蒙蒙亮，吃开的粥。老打好一个包裹，我的金头之子，头上像摘顶凉帽，脚上像一双凉鞋，整整一整。我一把热早衫，马上上楼。开门打出来一口嘛，好吧，天下父母心，上瓜儿那女神，其实真是提起惊鸿，快追呀，快呀追！昨日记中，的虚夜风，即回来，内是。地里扎毛针人与恩公相聚在绿道中。我是死啊海，心切山为你，非知他兵到招山，借雨哇啊！姥姥听见声音抬起头来，一口嘛，几次娘离长身挂儿
一只雕啪啪啪啪啪啪啪了浪飞，再把革命一口，嘿嘿，好口啊！这翱翔飞毛无气，小鸟也相送。后头飞一群小雕，跟着前头只老雕，啪啪啪啪啪浪飞。三个小奴了，让喝醉了。姥姥看见这样的情景啊，真是触景生情。带牛西道，父子早相逢。吃得风牙龙，一路上的追。十余春，今日才得主家门，怪我愧罪呀，愧罪！少年继承，怎么真继承拿到金家刚正主呢？哎呀，洗回来一把之后，不如久病佛法。允许得回来想得最大留来不少银子哦，那么趁囊中再吃药，现在毛病还在，一说你家不带着药，家庭要多样子。可是晓得自个要娘不住那哈接路，匆匆过了么为主红路。不过金之神一口给他三出路口没得这样子。为啥？出去辰光7岁，现在做来18岁。自家屋里向写着写得了富豪龙，那行罪法不认得。那么问个心吧，哎呀，不来，门神辰光他再来，两旁边个低高微风开门，随时开着门上1分钟，来进门神本人要不考我个，上天出门的他是不识头个了。哎，真那龙江的人说，可见个没过来位来娘刚不想没哈。你记得我人啊，热情地多，那去门神总该肯讲的，大堂一步，恭恭敬敬。啊，老先生，小生之相与你了。姥姥神道之头，兴冲冲走，天地有人招呼要进来的，抬起头来也扣着了。老先生啊！真都有口气难听，不是把人洗回来哇！哎呀呀，头面个刚不阿姨，昨天我说带得哈，你说要带得哈么放你牙头出来对对，我当你说笑话呢，说头差多了个来物，洗回来是要饭啊，饭也不能过口就不得了个事体呀！啊呀，妻子不对，假使是洗回来，你说你叫我说服大人。现在你讲我老先生，而且是洗回来的小口径我避开来来不及，还会得再上来招呼我，哦，试我目力也看得出。内心的2个人啊，那么那面孔是这样想的，把人家说孔子与杨后同马不同音，你都2个这个声音在想，在队里加上一口嘛，不是洗回来，洗回来是一个商业。嘿嘿，奇怪！那么内心的亚夫人的儿子啊，难怪7岁8出去呀，现在18岁走来，小奴刚开11年，再说11年，11个月上头日长丫头。那么儿子人要高你在7岁出去，爷娘面上面都在摸，所以父子当面不相识。姥姥一做你的父子骑回来，把人家恭恭一礼，我们李亚佛里受伤，叫礼服不当。
啊，相公，是小老我压力了。当是老先生。我好事。我来这份一心呀。分心的。都请来咱们先出卖的。来了不贵。你不认得了门呀？认得这佛门子呀？人人方便，在自己方便。我到金家中不认得我还要门神，晓得个指地，不晓得内门不认。相公分到哪里？此王府要龙对不起拉到儿子。恰个门到我口门里，我自家们吃了苦牙了。相公，府衙龙离此不由了。喏，你一说这，怎样？过了一定小不叫，你打一个威啊，就是封衙龙了。谁知将来不由得了，不由得就当是老先生。好事好事，你再为了，再为了，再见了。确实，父子两人背道而驰。那么龙家子咯，你知道我领不个儿子到金家中非一个儿子个来受伤。实这里头两家的错开来嘛是我，夜里头旁边还是我，在了我这里14岁这个来救兵都要。姥姥宝子两步一想来，这个年纪轻小伙子个俩龙堂不认得，个家人不认得，非要动听了这赶到府外龙，一打姓张，一打姓李，实际上啦要抄香菱的。香菱还困了了，实际上有些海里走来，那门得啥人讲？姓张姓李我托着，有心让我来指点你吧。相公回来，相公我也来。听见有的狼害怕，李定也就回过来。有老先生，属乎小生如何吩咐？请问相公，冯到封衙龙是哪一家？那是甄家。甄家。哎呀，我不姓甄吧？这条龙堂里只有我一甄，不敌你3甄，还不有7人甄了9人甄。甄家。甄家做什么生涯的？开路人米行的呀。我们开米行吧，为来寻我家。要莫名其妙。你去找甄家的什么人啊？找甄家的呀，当家主人。当家主人。是。我们当家人。相公，甄家的当家人他姓那什么？叫甄头无甄头吗？你那个小伙子耍个路的，看见子我甄头有，为要帮甄头有。拿到姥姥给他记光。对着。大概这个人呢，有点困难情况，总听见别人讲说，因为我做好人比较出点名，来龙江这样去人明明人还在，所以只晓得我的名字分看见我的人，一定这样意思。相公，你记了金头有口神是他么？对你妈妈你问得了个，我自家也会得不认得个。当然认识的呀。认得的呀？那个小伙子耍个路的，我说就不认得呢。你认得的？认得的。这把你认得他不认识你。是，他一认识我的呀。那说的有点毛病的了，眼睛出来我认得了，我不认得吗？呀，推举拿到姥姥你心，可你逢人不报。客人大得的收罪客人，你既么总靠你噻？为得我儿子真继承家，做心该。姥姥要想海一上，你可不是我儿孙。海大了，分管接出来。这是家上去自个不要去说的，不自个不本家不要想家，想儿子想得吃他个黑人一泡。佛门要门清爽，相公。是。你分到甄家吗？你真都有可是亲戚？不是亲戚，可是世家。也不是世家。是非亲非公，你真都又是什么称呢？吼！应该门得了一个姓梁不大3说过门得第一个呢。不对了，这个来门得我是俺仔细，这手指半年，谁是我个摇了海家？讲了啷个？也想海摇么？妹妹姐，
样样还认错，要还认错噶。我做同学之间晓得只光我烂面皮的，说起来与周手的人都要，这个受伤。是个，让我随便再来告诉你，对，啊，老先生。相公。我与金都有啊，叫一不是亲，二不是狗，金都有乃是那深深的父亲。寻此说来，你真是谁呀啦？杨家来当然是我家弟弟。威风金头有在呀子。呀，弟弟。好啦，弟弟。好啦，弟弟。啊！这个姥姥高兴是高兴啊，说的是自家儿子真继承。这上弟弟到二东锅里，反到新屋头里，富三人当头三娘里和阿斗开个来玩。想不到儿子走来家廊向抓只红袜子，已经禁止活着。好啦，弟弟，为父本着要到甄家镇招见你呀。恰巧回来，父子中同相逢，真是天气悠悠。来，你找母亲在家中陪伴着你，好空啊！跟着为父回家去呀吧，家弟弟当生了。临子儿子要将回到府外龙搬开门，老娘娘看见儿子走来是看不得了，毛病要吓他一步。甄继承攻来巴结儿老，等到守定时机嘛，真都有要进门儿啦。弟弟，为父连续3封书信，怎么到今朝才都回来呀？是呀，一意难行。路浪向碰到是强的，伤病重得不得了。幸亏碰到喜回来阿哥相救，否则哪有今朝的一日？哎，弟弟，孩儿从哥哥带一封家信归来，两个弟弟早已开解的了。这个口技官，我是说你来给你口技官。啊呀，同志，那么老乡长，听上去口气，你打几回来是也好得不得了，震动手足。几回来又忘了街里向批文主要杀这个消息，我随便哪不能讲不你听，要叫娃子太办不起，要拿起来。好啦，这封书信嘛，为父开解的。这里好了，待等来着，还要在王府之中拜你公公的大恩大德。让你王府中不要去了，你家公公早已不在王府之中啊。不在王府，他在哪里呀？他在哪里呀？这个公公在哪里呀？哎呀，老来想看，我要想冒起来了呀，啪，为他脱口而出，放了王府里面不要去。那么你自己在盯牢子衙门，我就得来带种老高三口口，哎呀，讲不离听。老娘娘是你讲吧，谋杀谋发过，已经炉子开封，不过你好好再讲非好话儿子啊。儿啦，是。威风将去将，不过你不能杀劫。是弟弟会这样。呀，弟弟，威风落人迷样，早已关闭，在相府系寂寥之中，当一名金杯的人。我说得到其中4差一位，济公身为代送配家，我这一问呐，怎样？是王府中的名爱先帝叫纪为来，为启动英雄斗美家在4倍立即刺杀表兄王林来以后，时间拿着公当当交出公去，待等批文到这帮夫交让，深水分了理。哎呀，儿子把我吓杀他哪里怎么？对着老高下口口，那边叫我讲，老娘娘对你说啥？你还没这个忠心就那心情就讲好这样，儿拉心来，儿拉心来。哦哟，今天趁他得到这个消息，弟兄心生，哭得昏过去，心足嘞。小凤哎，我老娘家现在组织金杯队了。干嘛说请老娘家领路的给了你大哥去帮忙对，哥哥早知不得自由，黑儿要到集中投望恩兄。说得出个，得这个消息哭得这个好领来去干，领到该里弟兄一帮队那边我家哭啥这个，虽然你这个儿子太办不起啊，让我欧洲的儿啊，是你再得回来，谢谢。
10天半月为父淋漓尽致。哎呀，弟弟孩儿哪里等得起呀？3条蛇，我立刻要去有啊！难道为父的说话你已不听了么？是，没办法，不找亚米孔本来看看。那么给吧，亚米哪晓得我的心灵，我分不听那个说呀！哎呀，弟弟呀！儿啦。12个真你们姥姥加上眼里也过来，真是惊动水中。马上喊我要领到街里向去，怪是难怪，假使儿子不及回来，就后来今日父子相逢。对准老娘娘看看，那还要领得起？老娘娘说：“你做主吧，不要来问我，而且也要怪我。领么子还领得起？不领得起么哪来的呢？哭啥太太讲了还？不过领到街里向呢。”那个儿子也看得牢，出毛病我要打来拼命的。哎，老高三个三我都说他个，我现在领到街里向，不放心随时里到弟兄旁头哭坏身体，不样有点少。那么我只要留了边浪向看好，儿子哭我处理，讲他两声说马上领走来，哪会出事体？我18把年纪60岁，一个儿子会得看不了，我也不相信。你放心就是，儿啦，是为父领你走去。是。不过你既了恩公即回来，不能过分伤悲。是。须知我们的娘非你一脉，可为了谁不得的？给人有所怜。姥姥决定领你去。是因为中手些吧，18把年纪，儿子还看不了，那都实在看不了呀！到街里向马上出事体，那么要脱3张调不给了。